香港國安法守護與希望。喺呢個平常嘅一日，我哋嘅主角小明喺屋企做緊一啲有關香港國安法嘅 PPT。佢好似遇到啲咩困難喎？之後應該點樣寫呢？死緊啦！完全唔識啊！完全唔知要寫啲乜嘢啊！明明查咗資料，但係仲係睇唔明啊！點算啊？邊個可以嚟教下我啊？噠啦！你好啊，我係香港國安法小精靈，係專門教人哋了解國安法嘅精靈啊。你頭先向我求救咗，所以我就出現喺呢度幫你啦。跟住落嚟，我會介紹一啲關於國安法嘅嘢，可以讓你更加了解。聽住咯喎。首先，國家安全係以生存和發展為前提，來幫助我哋改善生活嘅重要法律，以香港嘅繁榮穩定為根本嘅前提，成為香港發展嘅堅強後盾。第二點，國安法還可以有效打擊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，維護咗香港社會嘅法治和秩序，為香港市民創造更安全、更穩定嘅生活。喺最後，國安法仲保障咗一國兩制，香港與內地之間嘅交流同合作。在小精靈同小明嘅努力下，終於做晒啦！